福苑外牆棚架火警迅速蔓延到屋苑7棟大廈，消防接報約大半個鐘之後，將火警升到4級，到挨晚6點22分升到5級，造成最少13人死亡，包括一個37歲消防總隊目。消防話仲有2、3棟樓火勢比較嚴峻，好難估計幾時受控。有居民就話家人仍然失聯，生死未卜。而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全力以赴救火，努力將傷亡減到最低。之後張俊熙報導火場夜晚情況。宏福苑7棟樓入夜之後火光紅紅，火舌衝天。棚架幾乎燒晒，大量單位被波及，猛烈焚燒。撲救咗近6個鐘頭，仍然有2、3座火勢嚴峻，消防未能夠到達所有求助居民所在嘅樓層。首先起火嘅宏昌閣，即使身處喺低層，亦都有住戶被困咗大約3個鐘。佢話事發嗰陣聽唔到警鐘聲。咁已經攻晒入嚟㗎啦，咁一開門其實出唔到去。咁我樓上樓下都開始燒緊，咁臨尾即係甩煙嚟。咁消防員就用雲梯喺窗口嗰度救咗我出嚟啦。我諗我嗰層有啲單位有個老人家佢走唔到，我因為門口我聽到有人一嗌啦，咁但係都好似救唔到。咁另外有我就因為冇黑出咗去走廊，就拖到2個人入咗我單位嗰度先。即係有2個年紀大啲又拖咗入我單位嗰度先，咁咪一路去幫佢哋咯。亦都有居民話喺大維修期間，所有窗戶都貼咗發泡膠，係防止佢哋拆嘢嘅時候打爛咗玻璃嘅。冇阻礙到市。其實睇唔到出邊嘅封咗之後，完全睇唔到外觀嘅。所以我太太聽到有聲啦，都係開窗嚟睇到出邊有竹枝跌有火先至知道嘅啫。位於廣福邨嘅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就被徵用作跨部門援助站，為受影響居民登記失聯親友嘅資料，亦都可以報平安。援助站又為居民安排晚餐。當局喺火警之後不斷加開臨時庇護中心，除咗社區會堂，亦都有過渡性房屋，又安排旅遊巴接載居民。有線新聞張俊熙報導。深夜陸續有人救出，其中個 BB 救出嘅時候要戴上氧氣罩協助。